来看高雄大树的具体桥湿地公园是保育类菱角鸟的生态地。7月底凯美风台扫过，菱角鸟的数量只剩一半，一寡幼鸟啊拢消失。水利局即马是赶紧地整理。另外，嘉义的梅山伫中秋的前后飞来上万只的白灵狮，伫空中跟换队形，嘛写真侪民众来欣赏。专家嘛提醒讲，莫使用空拍机来交了。 先照带鸟仔囝伫铺叶顶悬找物件食，可爱的画面，短时间内刷真歹去看到。高雄大树具体桥淡地公园经过长期的营造，变做保育类菱角鸟的栖地。但野鸟学会观察发现，7月底凯美风台过了后，目前生鸟族群大剩一半，大约7、8只，鸟仔囝嘛拢无看到啊。高屏区首位暴涨，蔓延旧铁桥湿地公园，腐叶植物被冲走，同时大量淤土覆盖，是要重新再清淤处理。 原来也有2个受到影响比较少，所以这2个如果种植腐叶植物顺利的话，它一个生长季就可以恢复。鸟会评估栖地复原爱大约3个月，菱角鸟数量恢复爱看后续拓展还是迁移的状况。水利局嘛投入基旧整理园区，并重新进铺叶植物。菱角鸟栖地搁伫等复原，但每当8月到10月生群难产的黄头白灵狮有好消息，这几天伫嘉义梅山迎来数量大爆发。 有一个山谷，它会盘旋，然后就有点像是空拍机的那种效果。就像这黄头白灵狮伫空中换队形，场面壮观。专家表示，每当农历白露过了后，梅山太兴就会出现上万只黄头白灵狮过境。福山水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上游哦，那这边有刚好一个凤凰蟹啊，所以有几万只的黄头鹿经过，我们就称为万鹿朝凤。 看到黄头白灵狮伫山内底飞，互民众真欢喜。虽然画面美丽，专家嘛爱提醒来看鸟仔的民众，唔通使用空中摄影机，以免搅扰鸟仔的飞行。记者高雄嘉义报道。